假期期内，学校开放校园空间借册，也增加借册时间甲数量，让学生囡仔伫休热期间会当踮厝里学习。学生抱着册，家己伫柜台来办理借册手续。学校开始来休热，假期市阁小鼓励学生休热期间会当提悬借册数量甲时间，配合防疫伫厝加看册。 安全考量是最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难得一次可以借到10本，因为平常孩子的没有办法借到这么多册。现在就是疫情很严重，所以说是要分开这样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你打算要借几本10本。配合防疫的要求，室内空间袂当超过5个人。学校运用目前注疫苗的方式来甲学生做分流，透过电子化的设备，学生家己就会当来借册行册。 跟这个余美定式的打法是很类似的，所以加大了距离，也加快了速度，所以在这个防疫的期间是更安全的一个借阅方式。市政府教育处表示，市内学校拢有用家己的空间安排学生来学校的图书馆借册。有家长嘛表示，已经开始休热，分流的方式，互因带囡仔来比较较安心，而且册一届会当借2个月，唔那方便，嘛互囡仔会当好好来看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